的前人陈崇基表点传师、林宗贤点传师等所共同倡导组成。民国100年，李请王昭守教授指导，用圣乐来传达上天的旨意，用歌声来传达母娘的心声，弥勒的福音。期待能够感动更多的兄弟姐妹，吸引更多的原胎佛子共上法船，早日建立美好的弥勒家园。新义合唱管弦乐团即将为我们带来3首曲目的表演，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指挥王昭雄教授。看。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新义合唱管弦乐团。第1首曲目是《摩登》，此曲创作为王昭惠教授。摩登一曲描述一个漂泊的心灵，内心痛苦忧伤，在偶然间受到上天的佛光指引，找回了澄澈光明的本来面目。感谢上天将这份宝贵的大道留在人间，让漂泊的心灵找到了停靠的港湾。是那道佛光点亮了我们的心房，开启了本自具足的能量，使我们重生，跨越苦难，以至真霞。First song, Light of Buddha, ushers away the darkness in our heart. With the light of Buddha's light, we will find the balance of our true nature. 在今天的演出当中，我们所有的前贤呢都盛装打扮，还有非常用心的筹备。待会将会为各位前贤以及所有在网络观看直播的观众、好朋友们以及所有来自各界的贵宾，拢会对，电池讲伤小就无用去嘛，再多麻烦。这日头电池伤小伊就无。潮湿有雨，千江有水千江月。用这款药，要欣赏就足本。我现在每条河流，让每条河流。网络直播。这就象征着每个人都有圆满而灵敏的天性。这唔对，那么钓鱼的我咋吹了？你讲一点，上厕所。你上厕所，我快去了。谢谢了。非常的难得。我们希望我们换到所有主线永远团结在一起，永远和心，让我们将中华文化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同多元形式的表演，包含乐器管乐器的演奏，还有领唱以及
及呢所有前贤的带动唱，都再展现了对上天的敬意。我们也非常感谢现场陆续就座入席的贵宾，以及所有的前贤到亲同的参与。那各位前贤呢，可以利用这个时间，当您的手机呢，可以搜寻我们一贯道总会今天祈福大典的脸书粉丝专页，可以在上面跟所有的道亲前贤来打气，分享你内心的感动哦。天人合一，人跟网络合一。一贯道在庄中正，古风古朴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场所有的道亲都是面容和善，气质非常的好。因为我们知道要从内心找回光明的自己，让大道在生活、生命当中美化自己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以及天下宇宙。希望所有的前贤呢，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把这美好的道与周围身边的好朋友来分享。各位前贤，我们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请摄影的前贤呢，帮我们反思呢整个会场来依照所有的道亲前贤。那请各位前贤，我们一样呢，非常欢喜感恩的呢，露出我们的笑容，以及我们的双手挥挥手，向全世界的道亲问好。哦，好诶，全世界的道亲呢？好，各位前贤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说：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非常有道气，非常有活力，一贯道就是这么的团结。也感谢所有各宗各教的代表一同的支持。我们永远是国家最稳定的力量，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也祝福两岸能够和平。在今天中华文化分享义正祭天的场合，世界能够慷慨。愿我们永远和气、合作、和谐、和心，心同一致，天下成为一家。我们一贯道秉持着孔老夫子一以贯之的精神，便将大道普传到全世界。让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新义管弦合唱乐团。新义中信。